大家好，我係陳美圖，今日咧就想講下金庸嘅十大奸角啊。第10名，慕容博。為咗做皇帝，佢成世人喺度設計陰謀，大宋遼國吐蕃都有佢嘅手筆，堪稱最佳導演。不過佢冇乜犧牲過自己人，加埋最後又大徹大悟啊，所以排名都唔高。第9名，歐陽鋒。歐陽鋒俾洪七公救咗，即刻恩將仇報，重傷洪七公。為咗武功天下第一，佢都壞事做盡啦。不過歐陽鋒對個仔歐陽克始終真心，而且做壞事之餘不失大宗師嘅身份，衰得嚟都係真小人啦。第8名，慕容復。本來佢都係土皇帝啦，又有江湖地位，但係為咗做真皇帝，不斷做壞事，不斷失敗，恩將仇報就唔多講。慕容復可以睇住王語嫣去死，連忠心耿耿嘅鮑不同都殺得落手，算係一代梟雄啦。第7名，公孫止。公孫止生命中有好多女人啦，老婆裘千尺啊，二奶尤兒啊，女神小龍女，仲有個女公孫綠萼，最尾仲同李莫愁玩下曖昧添。但係佢對每一個人都只係利用，無論幾親密，只要涉及到自己嘅利益，即刻可以放棄。呢種先誅老婆再殺二奶嘅精神，連男人都驚啊！第6名，成昆。倚天最大奸角，佢唔係事到臨頭先要選擇殺人，佢係一早計劃好晒，為咗向明教復仇，殺謝遜全家，再引謝遜去殺其他人。少林峨眉丐幫都有佢嘅陰謀，以一人之力改變成個武林。金庸要出埋黃衫女子呢個外掛，先可以搞掂成昆。不過成昆害嘅都係外人，雖然老謀深算，都算唔上最奸。第5名，萬震山、嚴達平、戚長發。呢三師兄弟為咗爭連城訣，殺死師傅之後，一世都喺度扮嘢，連教徒弟仔女武功都要教假嘅。一個人偶爾做下壞事唔難啦，難嘅係成世都喺度做壞事，從來唔做好事。第4名，丁春秋。丁春秋配換無崖子，對啲徒弟都毫無情義。不過佢最毒嘅地方係佢嘅創作。丁春秋創賦詩功，用人哋嘅屍體做武器，要殺幾多人先練得成啊？而佢嘅星宿派更加係一場 Hunger Game，鼓勵大家殘開痛門。大部分奸角都係自己奸啫，丁春秋就係要將奸嘅文化傳承落去，成為奸嘅一代宗師。第3名，岳不群。岳不群一直教人仁義道德，努力抵抗左冷禪，點知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岳不群先係終極奸角，係超越真小人嘅偽君子，先最令人防不勝防啊！第2名，馬夫人。馬夫人唔識武功，冇勢力，但就可以害死丐幫副幫主，再搞到喬峰身敗名裂。而且其他奸角做壞事，基本上都係為名為利為報仇，而馬夫人只係睇喬峰唔順眼，就可以做咁多場戲嚟害佢。女人嘅威力真係唔可以睇小啊！第1名，凌退師。凌退師為咗寶藏，活埋自己個女。金庸小說苦毒不食兒嘅精神係好明顯嘅。之前講嘅奸角最多都係睇住自己仔女死啫。當然周仲英同田青文都殺過仔女，但佢哋都係喺錯手啊或者嚴重損害自己利益嘅情況下先忍痛出手。凌退師有官位有勢力，生活唔錯，純粹為咗貪念就可以殺女，狠心到極點啊！金庸小說嘅奸角都冇邊個成功噶啦，一係就改邪歸正，一係就發神經死被囚禁。一個人有幾衰，唔係睇佢點對敵人，而係睇佢點對親人。最衰嘅人唔係有生命危險、血海深仇嗰陣去做壞事，而係明明生活得幾好，乜都有都要害人。講到尾，所謂奸角就係最乞我哋憎嘅角色啦。